点啦，才会跑得快。看着我做一遍哦。默默亮亮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今天学校要运动会啊，我们现在做最后一次的赛跑练习。加油加油！希望默默亮亮今天都可以得到冠军，得冠军啦！一定要的哦。默默，我们再来练习一遍。可是时间好像快来不及了哎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赶快去学校，免得来不及参加运动会。好，走吧。你们回来啦？可是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不是啦，我们没有拿到冠军，只拿到亚军。第二名也很厉害啊，可是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呢？第一名的奖品很棒哎，是一本字典，我好想要哦。原来啊，某某是因为没有拿到奖品在失望哦。没关系，今天彤彤姐姐来发奖品，想不想吃冰淇淋呀？要！那我要吃3球，我要吃5球。得到冠军，得冠军，得到冠军，得冠军。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参加赛跑比赛得到冠军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我参加跳舞比赛也得到冠军。哇，妈妈好棒啊！奖品。某某，这一次你参加赛跑比赛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啊？一本国语字典。那跳舞比賽得到的奖品又是什么呢？一双舞鞋。哦，好羡慕哦！某某好厉害哎！得到冠军，奖品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老喵。